继续来看苗栗县天二县旗如三线天旗，也这个优势照象征，总块如是客家文化重点发展期。七上国家如是行业。4年前嘅立委县长，国民党嘅持有从同也通知何志辉来竞争，还是拿下57000人票，太阳民进党嘅18000人票。故意来讲，苗栗3县还是南洋嘅大票仓，一摆持有从陆上爱来争取4连霸。代表民进党出来选嘅杨崇正，这是2年前参加演总县长嘅时节，如开始成港苗栗，希望用打造同法治嘅经验，同客家庄带来韩国泰嘅商机，同全新嘅形象，想爱改变苗栗。现任立法委员齐耀从政18年，实做过2届头份政总，后来参选立法委员都经连任3届。18年来3万项基层，为地方争取经费，务实的从政风格，从其累积的政绩老人马，变做其争取提市人青态的本钱。其实啊，县级无师傅啊，人讲一步一脚印，认成3万大兵，很行基层，很去发讲问题，然后安尼乡亲听书解决问题，那么都会受到乡亲的认同和支持。齐耀从的对手，民进党立委候选人杨崇正，同民进党执政的时节，是做过行政院下委员主编，参加成立客家电视台，创立同法治也都重要客家政策，为客家乡镇的贡献大家都看得到。也6年来未参加的苗栗县总的选举，同苗栗各乡镇行透透，其用广泛用之促权，ทั้ง苗栗人欣赏来做主要的政见，希望做得改变苗栗。长城将来还有机会进入国会的时间，而你们真的专业，各位相关行政施政的经验绝对呢可以讲为俺哋的县民来争取更多的权益，也对苗栗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虽然齐耀从是政坛老将，不过服务咩唔少人，做业嘅立法委员期间。除咗由地方政府配合向中央争取地方建设经费以外，对客家事务垂头未动3万，客家基本法被通过，客庄生意大接近，客庄日本推广也都事务，只有从表示其都3万去听数。不管在文化传承也好，你客家文化建设也好。可以全方面的来支持你苗栗，所以我想今日要从对客家一只事务的推动可以讲配合的当好，也当到经费争取到你苗栗了。杨崇正虽然读到本人高升，不过其唔实质，继续3万行基层，期盼实现的座谈会，和当初期的拜访各乡镇的首长，希望促成土种苗合并升级，今日希望当选过后。做得到中央具体落实制定客家节庆，设立行业生涯学校同制定国家语言发展法，打造一个无障碍的行业环境空间。你推动国家语言发展法，本客家留其他国家语言，大家平等，取得法律地位。我也会到国会门诊的时间，来使用客家话，将来传承到立法院的质询门诊。你会用客家话来表达本地乡亲，谈的是要本地客家进入国会的殿堂。苗栗天二县区总共10大乡镇，县境人数大约21万6000人上人。所以嘅立委选举的时节，苗栗3县地区蓝绿比例有8:2。2年前县总选举的时节，蓝绿得票率升中到36%。虽然之前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台参选之地，同苗栗地区都成功，不过面对已经整合成功的3县南洋政治版图，小人的讲法做得继续加持，不用重整成功想到中间线面貌，为考验民进党选举的策略。下个新闻用言咯，苗栗报道。